Kitty 10萬個點解自然科學 YouTube.com/TilipTimed。 點解天上嘅星星會閃下閃下？你有冇留意過夜晚嘅天空，星星點點，好靚嘅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星星會一閃一閃嘅呢？呢個問題其實唔係好簡單，要從好多方面嚟講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，星星本身其實並唔係一閃一閃嘅。喺太空裏面，星星就好似一盞長時間亮住嘅燈一樣，係一個穩定嘅光源。但係為咩我哋會覺得佢閃呢？呢個就同我哋地球嘅大氣層有關啦。地球有個厚厚嘅大氣層，呢個大氣層就好似一個保護罩，保護住我哋唔受宇宙射線等有害物質嘅傷害。但係呢個大氣層對於星星嘅光嚟講，就好似一個複雜嘅迷宮。當星星嘅光從太空傳嚟，穿過呢個大氣層嘅時候，會發生好多變化。首先，大氣層唔係一個均勻嘅介質。你諗下，空氣嘅密度會因為高度、溫度、濕度等好多因素而唔同。喺高空，空氣稀薄，密度低；喺地面附近，空氣密度就比較高。而且，空氣嘅溫度也會變化，有時候熱，有時候冷。呢啲變化會影響光嘅傳播路徑。當星星嘅光穿過呢個不均勻嘅大氣層嘅時候，就會發生折射。折射係點解呢？就好似你將一支筷子插喺水裏面，會發現筷子嘅位置好像彎咗一樣。呢個係因為光喺空氣同水之間嘅傳播速度唔同，所以會改變方向。同樣嘅，星星嘅光喺大氣層裏面也會因為空氣密度嘅變化而改變方向。而且大氣層裏面仲有好多微小嘅粒子，好似灰塵、水滴等。呢啲粒子會散射光。散射係點解呢？就好似你喺霧霾天開車，會發現燈光會變得朦朧，因為光被空氣裏面嘅粒子散射咗。星星嘅光也會因為散射而變得唔那麼清晰，並且會有細微嘅變化。因為折射同散射嘅影響，星星嘅光會有細微嘅變化，有時候會變亮，有時候會變暗。就好似你望住遠處嘅燈光，如果佢透過啲波浪形嘅物體，你會覺得燈光會閃動一樣。所以我哋就覺得星星係一閃一閃嘅。另外，我哋人眼嘅結構也會影響到我哋對星星閃爍嘅感覺。人眼嘅視網膜上面有好多感光細胞，叫做錐體細胞同桿體細胞。錐體細胞主要負責日間嘅視力，對顏色敏感；桿體細胞主要負責夜間嘅視力，對光嘅敏感度高。當星星嘅光變化嘅時候，桿體細胞會將呢個變化傳遞給大腦，令到我哋覺得星星係一閃一閃嘅。總之，星星會閃爍係因為好多因素共同作用嘅結果。有大氣層嘅折射同散射，有人眼嘅生理結構。呢個現象雖然看似簡單，但係背後其實涉及好多物理學嘅知識。下次你再望住星星嘅時候，就可以諗下呢個閃爍背後嘅科學原理啦。希望呢個解釋對你有幫助啊！